喺珠海南灣富人區唔到30萬，竟然可以攞低我身後面呢個自帶1600平方會所嘅第4代住宅啊！而且呢，小區自帶咗室內室外嘅恒溫泳池，每一個單位都係南北通透嘅，使用率更加去到110%。事不宜遲，我哋一齊上去睇睇。各位朋友，歡迎回家。而家就返到你屋企啦，呢個位置咧全部都係發展商送俾你嘅，擺低啲櫃啊，你嘅雜物啊都係非常之好用，而且仲自帶咗呢啲採光面好好嘅窗，入到嚟咧呢個位置先係開始計算你嘅建築面積。16嘅門5合1帶人面式嘅智能密碼鎖都係高標，以及呢啲華為32項智能家居系統啦，到頂嘅鞋櫃啊、儲物櫃啊，都係一個交付標準啦。而且呢一次全新升級咗啦，非常之先進啊！呢度咧就可以作為你嘅茶室或者係琴室啦、書房都係 OK 嘅。洗衣晾曬嘅地方就位於呢度啦，櫃都同你做好咗啦。但係咧就喺呢度採光有少少嘅差，呢個客廳你鍾唔鍾意啊？反正我個人係特別鍾意嘅，採光咧非常之好，而且對面就係中學啦，樓下仲有幼稚園、小學，細路仔返學咧都係非常方便，行路就可以自己去返學啦。對面就係黑白面將軍山，每一個啖空氣咧都係非常之帶有負離子，行路500米就可以去到珠海首個滑雪場啊！鍾意滑雪嘅朋友啦，梗係唔可以錯過啦！佢做到飛機互認、互不干擾啊！呢度餐客廳、廚房一體化嘅呢個設計啊，使用率都去到110%啊！真係不愧於係南灣富人區嘅首個第4化住宅。非常之智能化、非常數字化、綠色化同埋舒適化，公共洗手間3段式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客房咧同樣都係望住一線嘅黑白面將軍山啊！呢度咧樓下仲自帶咗1600平方嘅會所，室內室外嘅恒溫泳池都係有嘅，270度觀景飄窗嘅主人房，你鍾唔鍾意啊？擺低張3米嘅床，依然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啊！呢度仲帶有女主人唔會拒絕嘅衣帽間，仲有套廁俾到你。呢度咧去到南平華白雙島啊，行路就可以去得到啦，5分鐘就可以到啦。翻到港珠澳大橋人工島以及港北口岸都係10分鐘就可以去得到啦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